按那个左下角加号，然后档案，然后来按最左边三条横线，最左边3条横线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哦，看资料夹，看资料夹。文件夹呢？文件存文件档案呢？这要怎么找啊？先找资料夹，放拍照影片呢，在 DCIM。这里面也有手机程式 APP 的，自己创作的。哎呀，依照修改日期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对，就是要这个。终于知道档案怎么送上去了，如何把档案送上 Line。这是影片用到的中英对照字幕。